清早張開眼我見鬼，身邊裏有面常問米，粒粒皆辛苦的青春逗佢自閉。心想一天我會人世，鼓起勇氣問問上帝，畢生積蓄薪水會否足夠洗米？恤衫要洗，洗衣機太昂貴，手辦公仔心不見底，廚藝已見底，有我又窮又苦又無謂，忘掉一切，想去問雞貴定龜貴，輪到我小姐擺姿勢，3個路邊賣豬仔。舒適生活總要我發揮，開始思索我物業大計，錢不多只好做屋，只好適應時勢。天天辛苦工作要上位，今天收到了密電來信，心思思告於我那個位可會被取締。打開信封，公司給你賀禮，即日生效，建議可翻歸。參造墊底，前路已盡毀，逐步蔓延萬千的個體，誰為生計？肯去問雞貴定龜貴，輪到我屋主擺姿勢，3個路邊賣豬仔。即使分高與低，但求用這種身份都獻世，階級資產制於也失禮，誰人身價有過於慳了你？忘掉一切，想去問雞貴定龜貴，輪到我小姐擺姿勢，3個路邊賣豬仔，持續生計，袋裏錢縮細又縮細，輪到我的豬擺姿勢，3個路邊賣豬仔。當你在職未返歸，請各人保重身體。